据报道，参加抗议中国扩张主义运动的哈萨克斯坦激进分子穆罕默德夫的车上有几个狗头，车上涂有动物形式的红色喷漆。穆罕默德夫说，这次袭击与他的反华行动有关。最近几个月，哈萨克斯坦的许多城市都组织了反对中国扩张主义的行动。此外，东突厥斯坦的压力和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并未为哈萨克工人提供就业机会，这导致该国对华态度增强。周刊新闻杂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将与苏俄享有共同命运。该报告援引了最近中国官员向《纽约时报》泄露的党内交流记录。报道认为，中国共产党处于垂死状态，因此为了生存，试图把每个人都视为敌人。报告指出，乔治·肯南70年前预言了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没有向香港社区和东突厥斯坦无辜少数民族给予生命权，他们压迫无辜人民以保持政权，正如前苏联。因不满大批维吾尔人被拘押处理香港抗议活动的手法，以及2名联邦议员遭中国拒签等问题，欧洲宣布已终止为期3年及拨款740万元的人权合作计划，而该项目已实行于20年之久。澳大利亚自由党众议员海斯迪和参议员派特森近日因批评中共政府而被拒绝前往中国大陆进行交流演习。纽约时报上周末透过403页外泄档案，再次揭露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禁。澳大利亚媒体周二报道，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培恩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他表示，整个报告令人担忧。欧洲联盟5个成员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和波兰发表联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所有定居活动都是非法的，破坏了2国解决方案和持久和平。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卡伦·皮尔斯表示，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所有定居活动都是非法的，2国解决方案和永久和平已经用尽，呼吁以色列停止一切定居活动。加拿大自由党领袖贾斯汀·特鲁多的少数政府宣誓就职，尽管该党在10月21日的加拿大大选中获胜，但未能获得过半数席位。索马利裔加拿大人埃赫迈德·侯森将在新政府担任家庭、儿童与社会发展部长。与其他部长不同，他手按古兰经宣誓就职。内阁的2位穆斯林部长中，前公民权和移民部长埃赫迈德·侯森在新任期间将担任家庭、儿童和社会发展部长。伊朗能源部长里扎·艾德卡尼扬说，他们将从俄罗斯借入50亿美元，用于铁路和能源项目。伊朗能源部长里扎·埃尔德卡尼扬在官方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伊朗议会已于2月批准了这批贷款。他将于明天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会晤，讨论该笔贷款的使用。今年2月，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其中规定政府将从俄罗斯获得5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和项目。